屏东第24线沙地门往雾台乡，才有人骑改装车偏车向坑叫，错人去嘛真危险。若昨一天就掠这改延东公街车顶顶违规，都有16件。统计今年到达超速嘛有1377件。话也未讲完，赛过车互民众比讲听无讲话声。第24线是连接屏东县三地门乡，抑佫雾台乡主要道路，沿到阿里瀑布这有名景点。假日一路民众骑车、赛车来，不过也出现改装车轰叫，声音伤大声，车速伤紧的情形，当地民众真困扰。摩托车骑那么快，开那么快，就压车啦，或是那个飙车那个，哇，受不了他们了。开车子下山的时候，很恐怖呢。这拜六，当地警方结合环保局第3地检查所处地改装白云港，也有车体这违规行为，也经由移动测速翕相来处地超速。一天内有16件违规，其中一个违规改装车就有11件。截至目前为止，共计举发超速、无照驾驶、变更车体设备等违规2000余件，受伤交通事故由去年的103件降为今年的67件。警方讲，今年5月起，交通队假日下晡时结合监理站，也有环保局稽查，重点伫处地超速，也有改装白云港以及车体变更这代志，也呼吁民众伫第24线出入雾台佮部落的路段，拢设有限速警示的标志。为了确保用路人甲部落民众安全，应该爱确实遵守这速度限制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